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 Empress 嘅優仔工房。星期日早場，曼聯主場對住富咸。其實呢一個零兩個禮拜咧，就好多啲球迷咧、啲朋友你都喺度傾緊，都一路問下優仔，喂，曼聯啊，嗰兩場對勁嘢打防反就得啦。咁而家場波主場啊，對住實力冇咁強嘅富咸，如果比較主動嘅情況會係點樣呢？綜合各方面嘅條件咧，我對於曼聯呢一場贏波都會係幾樂觀。同埋真係要再睇睇卡位卡領軍嘅曼聯個情況係點樣。當然啦，我個人嚟講都係即係幾欣賞富咸嘅領隊馬高斯華嘅。但係整體嘅實力咧，曼聯其實就正常翻。簡單嚟講，打翻自己應有嘅水準，曼聯係會贏嘅。我預測呢一場賽事都會有幾多看點，亦都係會好多球迷會留意呢一場嘅賽事啊。咁啊，暫時傾住咁多先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安博體育傳媒，特別係小弟嘅優仔工房。下次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